頂爺李家鼎今次真係下定決心要打殘大仔李永漢。剛剛係收到一段獨家錄音，頂爺公開咗李永漢逼自己攞200萬定期的錄音。喂，你咁樣做人唔行喎，你有冇搞錯？我嗰日同你講，兜口兜面講完點做？5萬蚊一個月你自己講，你嘅定期8月開嘅，有200萬喺嗰度，200萬點解俾唔到呢？又唔係一次過要你俾，今天就決定咗我冇得續約啦。咁而家我幫你哋交租，你出街就出個屎橋，唔係屎橋，你快啲肯學習做，我支持唔到安保，快啲揾份。你嗰日好好學，連高中畢業學習都冇。我幾多歲？45歲，出去做銷售都不用，你兩夫婦都唔做事，點約你呢？而家嘅房子其實係我收嘅。我訂嘅房子係我收嘅，你吹人？你1歲就6歲啦，仲關我乜事？我認識你好久啦，但我看着他，恨不得回頭他的孫子要迷上他。大家聽完呢段錄音，真係替頂爺不值，聞者傷心，聽者流淚。相反，呢位李永漢集巨嬰心理、丁蟹基因同埋吸血藝術於一身，佢真係唔知個醜字點寫。李永漢將80多歲嘅頂爺當成提款機，提款嘅速度令全港市民大開眼界，刷新咗大家對5億仔呢3個字嘅認知。頂爺李家鼎已經80多歲，呢個年紀嘅正常老人家，一般喺公園棋盤前落棋，或者喺屋企弄孫為樂。但係頂爺仲要喺熱廚房對住大火爐流住大汗，一刀一刀咁切，一碟一碟咁炒，為咗乜嘢？就係因為佢背後有個吸血鬼大兒子。頂爺憑節目霸屏爆紅，喺70多歲拿回佢辛苦咗大半世應得嘅回報，但呢啲血汗錢竟然變咗李永漢呢個無業大少嘅提款機。根據流出嘅通訊錄音，李永漢嗰種口吻簡直同債主收數一模一樣。你有200萬點解俾唔到？呢句話講出來真係禽獸不如。呢200萬係頂爺嘅老本，萬一佢有病有痛，呢啲係佢嘅醫療費，呢啲係佢嘅棺材本。你李永漢憑乜嘢去謀呢筆錢？你憑乜嘢覺得老豆嘅錢就係你嘅錢？呢種啃老嘅心態已經唔係單純嘅家庭矛盾，而係一種自私嘅人格缺失。你拎住老豆嘅錢去交保險，去養你自己老婆子女，買名牌，你哋整家人仲有冇良心？李永漢最令市民火滾嘅唔係佢窮，而係佢嗰種丁蟹式嘅強盜邏輯。唔供養你就等於趕走你。當頂爺同佢講自己老啦，合約可能不足，收入將會大減，想將供養費減半嘅時候，李永漢突然發脾氣，話老豆咁樣做係趕走佢。喂，大哥，乜嘢叫趕走？你一個人手腳健全，有兒有女，仲未到50歲嘅成年男人，好意思話自己高中未畢業所以揾唔到工作？呢個理由會唔會笑死全香港嘅市民？而家保安、外賣、物流，邊份工作需要高學歷？甚至去地盤工作、洗碗，只要肯做，點會養唔到一大家人？大把明星落難都係咁樣做，更何況你連明星兒子都唔如。李永漢唔係揾唔到工作，係佢唔捨得做呢啲工作。佢仲喺度發明星夢或者少爺夢，覺得自己仲係李家嘅大少爺，應該坐在九龍塘嘅別墅，坐喺度等錢落袋。喺佢眼中，老豆幫佢背負欠債係應份，幫佢清還卡數係奉旨，幫佢養子女係承擔。只要老豆一落閘唔俾錢，佢就變成受害者，覺得整個世界都欠咗佢。呢種心態同大時代嘅丁蟹有乜嘢分別？我打死人，但我冇做錯。李永漢嘅版本就係，你係辛苦，但我冇咗錢。而整段錄音最令人髮指嘅係李永漢拎住九龍塘物業迫害，拎屋企人來威脅。佢仲可以惡到話，而家屋企人在我手裏，我就抵押俾銀行。你吹咩？我仲有好多嘢玩。呢句話簡直係喪盡天良。嗰層樓係藝人武輩同頂爺一輩子嘅心血，係一家人嘅遮風擋雨之所，係一家人嘅共同回憶。
母親晚年被李永漢完全操控，可能正正就係因為呢層樓呢張棋。李永漢身為大兒子，唔單止冇保護屋企，反而將老豆老母嘅安樂窩變成威脅老豆嘅籌碼。而佢最後一句我仲有好多嘢玩，就認真令人心寒。李永漢，你知唔知喺度玩緊嘅係邊個？係你嘅親生老豆，一個80多歲隨時會被你激到病情發作嘅老人家，將父母養育之情當成玩樂嘅籌碼，你嘅心理陰暗程度真係令人不寒而慄。你仲好意思喺傳媒面前扮演孝子？你拎住屋契玩嘅時候，有冇想過逝去嘅母親喺天之靈會點睇你？母親嘅離去對鼎爺同李永豪嚟講係痛失至親，但對大兒子李永漢嚟講，好像變成一個表演嘅舞台，喺靈堂上演影帝級嘅演技。佢喺解穢酒嘅場內受訪，扮到自己多麼淒涼，話自己剛剛冇咗媽媽，唔想冇咗老豆，覺得自己好孤獨。呢番話回想起來真係想嘔。點解你會覺得孤獨呢？唔係因為你真心愛老豆，而係因為你怕咗冇咗鼎爺呢條大水喉。如果你真係唔想冇咗老豆，你會在通訊軟體裏面用粗口問候佢？你會逼佢拿200萬定期出來？你會威脅要抵押咗房子俾銀行？你嗰種孤獨其實係錢財上嘅空虛。你怕鼎爺真係同你斷絕關係，到時你會點樣呢？到時邊個幫你清還卡數？邊個幫你養你屋企嗰幾口子？你呢種廢柴嘅演技，拜託收皮啦！而大兒子李永漢另一個絕招就係轉移視線。當被老豆揭穿佢榨乾身家嘅時候，佢可以面不改容咁將矛頭指向弟弟李永豪，話弟弟拿咗340萬，一句多謝都冇。呢種栽贓嫁禍嘅手段，人不笑狗都吠。李永漢以為自己大聲就係對，以為屈弟弟就可以洗白自己。點知鼎爺清醒到極，一朝公開錄音，就將李永漢嘅大話拆穿得一清二楚。佢仲屈弟弟叫媽媽買房子分家產，其實真正想買房子分錢嘅係邊個？大家心中有數。一個連5萬元都要逼老豆吐出來嘅無業遊民，佢對金錢嘅渴望已經去到瘋狂嘅地步，為了錢佢可以拆散一個家。而其實李永漢自己都有兒子有女兒，佢喺子女面前究竟表現出一個點樣嘅形象呢？係一個身無長物、吸老豆血嘅軟飯王，定係一個拎屋契威脅爺爺嘅忤逆仔？無論係邊種，都係不良示範。古語有云：身教重於言教。你今天點樣對老豆鼎爺，你嘅子女全部看喺眼內。你教佢哋原來做兒子可以唔用工作，原來老豆嘅錢就係自己嘅錢，原來可以用粗口恐嚇同威逼自己嘅父母。李永漢，當你老咗嘅時候，如果你嘅子女用同樣嘅手段對你，你千萬唔好哭，因為這一切都係你一手一腳教出來嘅。鼎爺今次選擇公開家醜係忍無可忍，亦係一種自保。老伴已經走了，佢亦再無顧慮，佢唔想自己嘅晚年繼續被呢個吸血嘅大仔拖入深淵，亦唔想自己百年歸老嘅時候，後事同家產由大仔去處理。李永漢，你口口聲聲話自己好孤獨，其實你真係好孤獨，因為你嘅自私，你失去了老豆；因為你嘅貪婪，令到弟弟同你反目；因為你嘅口眼，令到全香港人都鄙視你。你而家手上有屋契，可能你覺得自己仲有牌喺手，但你要記住，名聲、親情、人格，一旦破碎咗就係破碎咗，破鏡係無法重圓，人無信不立。你今天或者贏咗一層樓，但你輸咗做人嘅基本尊嚴，全香港市民都會鄙視你。看看你呢位不孝仔仲可以搞出乜嘢花樣。另外，不好意思，不孝仔，你去銀行拿一層樓做按揭時，需要收入證明，而你剛剛嗰段錄音講咗俾人聽，你連收入都冇，抱歉，做唔到按揭。今次李永漢被鼎爺公開錄音正面擊潰，大家覺得佢仲可以點樣解釋呢？如果李永漢真係要重出江湖出來辯解，倒是有個職位好適合佢。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，記得留言、按讚同分享。
還有，如果想大力支持我哋，可以加入會員，多謝各位嘅支持。